大家好，我係 Wilson 鄧威信。近期有好多人談論嘅一個市場嘅焦點咧，就係有國際評級機構就係呢個穆迪咧出嚟將美國嘅債權評級咧就將佢調低咗，由3條 A 咧調低到落去咧就係 AA1嘅。咁啊令到呢個市場咧就出現咗一啲嘅變化啦。咁啊包括有美國個國債嗰個長息咧就升咗上去啦。咁啊亦都令到咧就係股票市場嘅波動性咧增加咗嘅。咁今次咧呢一個嘅將呢一個嘅美國嘅債權評級調低咧，嚟緊咧好可能咧會引起咗一啲嘅市場嘅變化，有啲可能性咧會出現嘅。咁啊，第一就係即係啲資產嗰個波動性會增加啦嚇，因為有好多主要嘅資產類別債券啊、期權啊、股票啊等等咧，佢哋個估值模型裏邊咧。都好多時候咧，都係要用呢一個嘅美國債息嗰個息率咧，個孳息率咧嚟做一個嘅參考嘅。咁所以咧，如果個孳息率咧波動性增加嘅話咧，連隨呢啲咧就資產類別咧，佢哋嘅波動性咧，亦都係會增加嘅。咁第二個可能性會出現咧，就係全球央行咧可能會對呢一個嘅美元嘅資產，尤其是係美國國債嗰個配置咧，可能會減低，因為即係好自然啦嚇，即係個債權評級調低咗，咁好可能會令到呢啲央行咧喺佢哋儲備裏邊咧減少咗咧投資喺呢一個美國國債嗰度嘅。咁呢啲可能性咧，我哋都值得咧，我哋繼續咧係留意嘅。咁但係雖然話有啲變化會出現啦，咁但係亦都會創造咗咧另外一啲嘅機會嘅。譬如股票市場裏邊咧嚇一啲優質嘅股票，譬如美國嘅一啲嘅科技股啦嚇。咁而家咧喺個波動性增加嘅時候咧，如果有一個回吐嘅出現嘅話咧，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咧，去配置翻落去呢啲科技股嗰度嘅。因為呢啲科技股咧，畢竟咧佢個盈利能力咧仍然都係好強嘅。個現金流非常之強啦，咁同埋咧再加埋咧就係而家全球咧對於嗰個 AI 嗰個投資咧，會繼續咧會令到呢啲科技股咧佢哋嘅盈利咧會繼續係上升，仲有好大嘅上升空間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個債券市場啦嚇，因為呢排亦都見到咧就係個美國嘅國債長息升咗上去啦，咁令到債券市場咧出現咗個波動，咁亦都可以咧利用呢個波動性咧。去增持翻一啲咧就係優質嘅公司債嘅，尤其是個年期咧喺2至3年啦，至到5至7年咧呢啲嘅年期嘅優質嘅投資級別嘅公司債咧，更加可以利用呢一個嘅波動性咧去增持翻咧呢一類型嘅公司債。另外一樣嘢就係黃金啦嚇，如果有市場裏邊咧對於呢一個嘅美國嘅國債或者對於美元資產嗰個憂慮增加嘅話咧，好自然地咧，必然咧係會令到更多錢咧流翻入去呢一個黃金嗰度咧去避險嘅。尤其是如果個地緣政治關係咧越嚟越複雜嘅時候咧，亦都會造就到咧更加多嘅錢咧流翻入去個黃金嗰度嘅。另外一樣咧就係個歐洲嘅股市啦。咁其實咧歐洲嘅股市咧，我哋自從喺上一季咧，亦都開始咧繼續睇好呢一個嘅歐洲嘅股市。最主要咧就係因為而家嘅地緣政治關係複雜啦，咁同埋Donald Trump 上咗台之後咧，令到大家咧唔係好睇得清咧嚟緊到底個政策嘅變化會係點，所以咧大家見到咧就有啲嘅資金咧回流翻入去呢一個歐洲嘅股市嗰度，所以你見到咧歐洲幾大嘅股票指數咧都係繼續做好嘅。咁而家咧再一次咧有評級機構出嚟咧，將呢一個嘅美國債權評級調低咗之後咧，咁相信咧會引導到咧更加多嘅資金咧倒流翻入去歐洲股市嗰度嘅。咁呢啲嘅變化咧都係值得我哋留意一下，或者喺呢個波動性增加嘅時候咧去把握嘅一啲嘅機會嚟嘅。